最近又爆出好多針對我哋中老年人嘅騙局啦，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！第一，低價旅遊騙局，通過免費旅遊啊，幾十蚊嘅3日遊、5日遊，全程免費啊，等等嘅話術，結果呢，全程帶你去逛店鋪，強制消費。唔消費就唔俾你走。第二，黃昏戀騙局，假裝成臨老啦，就搵個伴過日子，有大把錢可以一齊養老等等，建立關係之後就話屋企人病咗、投資失敗等等，套晒你啲錢。第三，代辦社保騙局，騙子就冒充社保局或者銀行工作人員，就話可以補繳社保，幫你提到最高嘅檔位，呢個退休金就可以翻幾倍啦，冇可能噶，唔好信啊！第四，以房養老騙局，就係叫你將房產抵押，然後買佢嘅理財產品，承諾回報好高，1年就可以回報啦。實際上，從房產抵押包裝出嚟嘅理財產品，全部都係人哋精心準備嘅騙局。